薪水或中大奖的时候，你要小心哦，你周遭的人会虎视眈眈的要你请客。这时候你要表现大方，说这一句话，听清楚喽。金杯爱抢你丢吃饭，金杯爱抢你丢吃饭，金杯爱抢你丢吃饭。今天我请你们吃饭，很大方吧？赶快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走。金杯爱抢你丢吃饭。上班你今天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你看得出来我今天懂胸，很开心哦。是啊。哦，你是谈恋爱还是中大奖啊？对一半，对一半。再猜猜看，猜对有奖哦。哎呦，你就快点告诉我嘛！我跟你讲，今天统一发票开奖，我中了4000块，还有老板犒赏员工，分奖金发奖金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懂好运，爱懂好运，我很好运，很幸运啦。那你要请吃饭哦。当然没问题，请你吃饭 OK 啊？当然不是请我啊，是要请全部的人吃饭哦。全部？那有什么问题？我跟你讲，我一点都不小气，我很大方，爱唔会唔攀的，我不会舍不得的。你去跟他们讲，今天爱抢你丢吃饭，今天我请你们大家吃饭啊！耶！哎耶！吃饭。复习时间，很高兴，懂胸，发奖金，分奖金。我很好运，爱懂好运，爱懂好运。今天我请你们吃饭，金杯